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又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南投仁爱乡丰田村上检场加油站也看到咧土石内面，连外所救队也利用流水的方式，把落山温泉过基面救出来。世界东莞大陆赢当咧韩国举行，台湾有1600人参加。主管人员也考虑到这风台卡路特别来，也决定活动提早结束。中国海警伫初5伫南沙群岛的仁爱暗山阻界菲律宾的补给船，用船只发射水炮，美国谴责中国行为违反和平稳定。讲到这风台过后落雨落到正严重的南投仁爱乡，这救援单位目前是尽全力伫咧协助。罗山温泉区有真侪民众掉伫内面，这些防水的搜救队也用流水的方式甲民众接出来。空勤总队加消防署今仔日也空投物资协助患者送病院。民间呢也有人组成这奥多拜队，甲一寡物资送入去部落。也若讲到公路总局也有伫咧修理这受损车路，所有民众若准千万无代志者，千万唔通入去灾区。空勤乌用直升机测试透早载500公斤各种生活物资前往南投县仁爱乡投放，随协助分享温泉山庄一个有心的负责人，也甲立行国小一个90多岁患者吊挂后送就医。我是心脏不舒服，心脏不舒服啊，现在有水，电是完全断电的。风台大水影响仁爱乡罗山地区，在14线75.9公里中央桥路段路基严重冲蚀塌落去。公路总局玻璃工务段紧急封路灌浆，另外罗山往多达川的路嘛是断几落位。现在族人都用步行的回去，这里应该过没多久就会整个垮下去了吧。民众有所慢慢出去兑换，消防署搜救人员伫塔罗湾溪两边设欢迎度的所切实已经协助21个人撤离，并运送救生衣、两桥加牛奶粉这物资。另外，那官方救灾单位专业动员，民间网络热心的人士组成越野机车队，准备把生活物资送入精英部落。精英部落他们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没有水、没有衣服，小孩子没有奶粉、没有尿布，他们现在有困难，当然是人溺己溺嘛。大型工具机进场作业，台北线中环便道3.9公里进行大规模崩塌，一粒500立方公尺的大石头挡路。各关工务段趁好天开始裂解作业，一定车10下晡4点上通。那由于这个地质是变质砂岩的地层，所以这巨石非常坚硬，难以打除。工务段也在增加工作面，希望可以再调派机具进来协助。公路总局提醒，除了中环便道中段，台14线九庆南到雾社、春阳到罗山，一加台14架线雾社到清境路段，拢当调派工具机抢修。山坪因为真无稳定，若这个落雨，恐惊会佫崩塌。呼吁用路人，若毋是必要，请毋通前往灾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上界严重的南丰川和土石砍掉的加油站，目前是也无到处理。总统蔡英文今下晡有去到现场了解状况，也强调讲，一寡救灾任务大先爱做的就是交通爱拍互通。民众伫咧大雨了后，拢开始摒走厝内，不过一寡所在有关是无水无电，根本就无法度整理。为台14线一路向南投仁爱行，沿路也是一直帮摇背少路也是积水。只比较受灾上严重的南丰川，虽然台14线已经畅通，受灾严重的加油站，到即卖也是待在土堆内底。还好，习惯了。对，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趁好天，居民赶紧将家己厝内落雨毛清掉。毋过对面农会仓库也是全部浸伫落雨毛内底。农会人员表示，伫遮原本放真侪农业资材抓伤，甲肥料即马可能救偌济算偌济。这个因为现在目前没有水，对，也没有办法清，对，那就只能大概目前是先这样子。因为山区土石长软，含水量也是真大，台14线四界拢是大大细细崩起的所在。工务单位调来大型机具已经全工抢修，毋过道路受损范围实在伤过大，工程难度未小。一直到94K， 总共有13处非常严重的坍方，以及4处非常大的一个路基缺口。那其后我们就进驻重型机械。总统蔡英文也伫行政院长郑文灿甲相关部会陪伴之下，到受灾上严重台14线71公里的南丰川路段，除了会面工程人员，也表示目前三大工作方向，第一就是恢复交通。如果道路受阻的情况，会尽量的排除；如果道路出现裂缝，也会尽速的回填。
总统蔡文也表示，除了到83、85、89线拢在抢通当中，也执行相关单位清点民生需求。损害赔偿加中间计划拢系优惠放令，专业检计灾害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西南风的水气真高，这气象局早起有对高雄发布大水洪特报，伫前店凤山左营拢有传出淹水灾情。加在中昼过后呢，这水拢有提起啊。另外，明北克鲁桥的这个桥墩有损害，这个桃园区有3个里对外交通拢断去。下晡行政院长陈建仁有去勘灾，高雄总局预告讲，明仔载会当先开放人员出入，也那这个拜六呢，就会当开放轿车通行。机车经过喷起水，用要将车架掉咧。气象局针对高雄发布大水洪特报，设置在11点左右，左营区、凤山区、仁武区3点钟，雨量就超过100毫米，出现积水。前镇区积水到机车半车顶悬，凤山区也路段积水到大人的脚目。下的比较大了，那可能前面那边哦，那边的排水孔没有通了。台南东区也因为暴雨，真侪所在积水，林心路地下道、人空挂一直补水，大龙地下道也因为积水封车道，水富路甲东门路3段也伫短时间内积水差不多10公分这么悬。你看了大概有下快半小时，然后完全是淹到，也有摩托车完全启不动，就停在了路中间。积水拢在中道，豆提起，暗过对高雄桃园区梅山、南湖南、复兴第3里里面来讲，算是为卡路风台甲即马议员亲像在高岛，因为明白克路桥议员无修好，行政院长陈建仁下晡也去登桥的所在巡视。方便桥的上游侧，我们要规划来设置了一个预筑混凝土大化剂的箱型梁，桥面高也提高了18公尺，的道路宽度是7.5公尺。那这个工程已经在6月决标。交通部提登记计划，往水头起高较悬的双行娘，按照民国114年8月完工，第期抢通部分是伫侧边开放人员通行，12人车拢能通过。是不是以后我们再加挂一些安全设备假如说有一些紧急的救难的这个部分，我们再来做一些规划升级。市府也在考虑强化影响对外交通登记的时阵，引导3工运补不足的流浪的功能，可以发挥更较大的效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冬军大陆赢当咧韩国举行，台湾有1600多人参加。举办期间呢，一直有囡仔掉刷河帮参加，甚至有确诊等等的问题。世界冬军总会也考虑到这风台卡路特别来，今仔日就决定这活动要提早结束。世界冬军大陆营的开幕式，台湾的国旗出现伫舞台荧幕。本届世界冬军大陆营8月7日开始，伫韩国的新万金营地举行，有超过150国，差不多5万人参加。咱国原来有1600多人参加，因为当地高温，头一天就传出将近400人掉刷。地区英美这国家的冬军成员陆续撤离。Over the past 24 hours, we note the significant resources which have been mobilized to improve the campsite's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to help participants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the severe heat wave affecting this country have had an increased improvement. 参加人嘛传出去网通加掉甲确诊的情形，也有台湾的冬军讲，虽然有大热、土粉加网毋过也是享受冬军的生活。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同，毋过袂少台湾家长因为烦恼囡仔，陆续向总会询问。对这件代志，教育部是讲，因为卡努风台伫要去真热，也有网通这因素，冬军总会已经正式向大会请求撤离。台风也要到了。部分团员的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跟大会正式提出撤离的要求。蚊虫比较多，几位是有那个 COVID-19， 在韩国他们当地的医疗就有隔离，可是这个都康复了。考虑风台为初九开始影响韩国，世界冬军总会评估了后，决定请各国代表团为初八开始陆续撤离营地，可能先安排伫首尔，还是附近的饭店，还是学校。咱代表团嘛配合办理。8号早上撤离这里，然后会跟着他们一起去首尔的地方，然后在那边驻营，然后一起进行同居的活动。还有学到一些可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所以总体来说收获其实蛮大的。天气的状况可能不如预期，就是蛮热的。
因为咱代表团的人数为少，大会会提供正大甲医疗照顾以及铁路的交通安排。大会计划20日举行闭幕式，安排一场演唱会，为活动做一个结束。12开始离开送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的三峡，最近有一只酷鱼伫外口乱踅，民众看到了后，先用哪介吸起来。当保处到现场有介抓到了后，才发现讲这是一只目镜开门酷鱼，国内是会当饲的。也那这酷鱼的主人也已经甲伊领回去啊。讲这是因为这几天落大雨，这窟仔伤过甜，伊才会逃走出来。也因为和这通物的逃走出来，会当依照动保法上悬罚到15000块。酷鱼一直令动保人员用力舞一困，才甲伊再转去安置。结果民众报案讲，民家外口有酷鱼。好咯，直接看到一个花就走去啊！酷鱼伫外口拍拍走，是发生伫新北市三峡山区的建安路。看到酷鱼自喉咙正意外，在场的少年人做伙用拿倒卡，暂时甲砍掉的。就是出大水念，酷鱼走落念，你细只你哪会惊？细只伊也袂甲你入，伊若莫甲你入是袂惊啦。这只酷鱼毋是野生的，进前因为连续落大雨，饲养环境水位溢出来，造成伊脱毒。经过新北动保处的检视，抓到的品种是目镜酷鱼，国内会当合法饲养，目前饲主已经甲领回去啊。将依动保法第31条第1项第9款，开罚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饲养鳄鱼饲主必须接受动物保护讲习3小时。饲半年外无细字刷球走去，依照动保法上悬罚15000块。新北动保处嘛提醒，咱国内无野生酷鱼，做宠物嘛真罕见。万一若互我拄着，爱摕去较安全的所在，千万唔通随便攻击，也是甲掠倒转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同款是喊呱呱。屏东呢，就民众看到讲，这个海霸出现伫沙坡，而且是连续3天拢出现，这赶紧摕手机甲伊翕落来。屏东海生馆是强调讲，因饲的唯一一只海霸，目前还搁伫咧海生馆内面。就学者推测讲，应该是有人偷饲，落尾无爱饲，才甲伊放杀的。海霸为画面亮灯大海，最后消失伫海洋内底。啊，毋过详细一看，则是伫屏东旭海海堡。当地民众表示，8月7日到7日连3天，拢有人看到海霸出现。本来就是18周过去，一直到用手机录画面，才确认是海霸。刚好带手机，就是遇到那个动物，就是确定它是一只海豹。在2、3年前，我们的同事在阿朗伊古道的时候，也是有去看到海豹在那边游泳，也有上岸。讲出来大家都不相信，因为怕被别人笑。台湾发现海霸也不是第一摆，历史资料记录，1932年台湾都发现野生海霸记录。2013年，台东南市东清湾海堡发现一只斑海霸尸体。2011年10月，新北市片头渔港有4只海霸被起码头边木架休困。今年8月，海霸出现在屏东海堡。海洋生物学家表示，海霸生活在温带寒带海域，台湾附近环境无海霸生存条件，可能有人偷吃了后放杀。偷养之后，可能电费太贵，可能至少可能要被抓啦，各方面理由，那就趁大家都不注意，再偷偷放掉。希望这只海豹有机会能够顺着黑潮跑到日本以北，要不然我是觉得它很快变成鲨鱼的美食。学者认为，海霸位摆所在收到台湾的几率并不高，因为台湾附近温度对海霸来讲相过高。海生馆表示，这只海霸不是为馆内逃出来，目前饲一只要为海霸安全健康伫馆内生活。啊，不过会伫台湾附近看到海霸是真罕见。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一直有南海主权争议。菲律宾海巡队就指控讲，中国海警车误伫南沙群岛的仁爱暗沙，为了要阻碍菲律宾的补给船，就向船只发射水炮。针对着这款的情形，美国也谴责中国行为，认为因安尼施做已经威胁到地区的和平稳定啊。中国海警一直向迄画面的船射水炮，去威胁画面的船距离真近咧行，最后直接挡伫船头前，唔准船向前开。菲律宾海巡队车六公布这段影片，强烈谴责中国海警的行为，表示受到攻击的菲律宾补给船只是菲律宾武装部队租用的。
要去南沙群岛的仁爱暗沙，替驻守当地菲律宾部队补给粮食、水加燃料，煞受到中国海警发射高压水炮，是不适当甲违法的行动。The National Task Force o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led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Eduardo M. Año, strongly condemns the aggressive, dangerous, and unlawful actions by the Chinese Coast Guard. 菲律宾军方表示，在中国海警的阻挡之下，造成2只补给船，其中1只无法度落物资，所以无完成补给任务。认为中国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上避免相克的原则，加南海裁决嘅国际法。因为每一档经过南海海峡嘅贸易经厦，达到5条美金。过去中国主张有规个南海嘅主权。虽然在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重视仲裁法院，认为中国嘅主张是无效嘅，不过中国所用裁决无法律的根据，有关常常用海警船对进入南海海峡的附近国家船只，做涉境强制驱离，才有威胁性行动。对于这个事件，美国国务院甲加拿大、日本的驻菲律宾大使馆嘛用社群平台 X 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海警的行动。美国阁指出，这行为威胁南海的状况，嘛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中国海警局是伫初6回应，讲这是照法律阻止菲律宾船只，要求菲律宾即时停止伫南海侵害中国权利的活动。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约。伫咧北基斯坦发生火车败北意外，造成30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目前也是有人掉伫咧车厢内面等人来救，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车厢变过连啊也甲龟头卡，火车败北了，变甲外国起错。救援人员对残破变形的车厢内面甲人救出来，有一寡伤势较轻的人是家己爬出来。गाड़ी पटरी से उतर गई है बस इतनी मिट्टी फैल गई आके सारा मेरे को पता नहीं बर्थ गिरा पता नहीं सारे सर पे गिरा अफरा तफरी में बच्चे थे उसमें बूढ़े भी थे तो किसी के टांगे टूटे थे किसी के क्या हम उनको निकालने में मसरूफ थे 这台有10节车厢的火车载差不多1000人，伫南部的圣德省离上大城克拉兹差不多275公里的纳瓦布沙阿奇败北。纳瓦布沙阿奇甲附近地区的大型病拢宣布正在紧急状态。铁路公司的发言人讲，至少80车厢败北。रेस्क्यू का वहाँ शुरू हो चुका है और रेस्क्यू का कंप्लीट क्या वजह बनी कि इस तरह का वाक़या पेश आया उसके ऊपर भी उन्होंने तफसीली गुफ्तगू की और तहकीक का आगाज़ कर दिया है और उन्होंने कहा है कि मैं उसको पब्लिक करूँगा 铁路部长拉菲克讲，初步调查显示，列车迄当阵是以正常的速度伫咧行，当局正伫咧调查败北原因。目前通往圣德省内陆地区的列车暂停营运。巴基斯坦的铁路系统旧国后常常发生意外。2021年圣德省2列火车相撞，就造成40个人死亡，几60人受伤。当地媒体报道，2013年到2019年之间，总共有150个人因为火车意外而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泰国最近正流行啉薄荷朱古力豆一款饮料，是因为前总理戴克辛的查某囝陪同等真爱啉，会变到遐尼清，是因为顶礼拜为泰党宣布立场和前进党无共啊，搁在挖向军方的人士啉这款饮料来庆祝。这互媒体报道讲，这就是反背朋友的饮料。店员甲巧克力蓝迪的薄荷饮料，所来个蓝千年油，这是泰国维泰党总部咖啡店所推广的一款饮料。最近订单真满，快速大红的程度，互店员嘛真意外。คือไม่คิดว่าอยู่ๆมันบูมทีเดียวเป็นทีเดียวเลยครับก็เลยตกใจเรียกว่าใช้คำว่าตกใจว่าแบบโอ้กระแสมันมาเร็วขนาดนี้นะ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แต่ว่า这款饮料真受欢迎原因之一，是因为伊是泰国前总理戴克辛的查某囝，也是泰国总理候选人贝东丹的最爱。保守党派的政治人物原来会点一杯，不过薄荷巧克力的饮料最近煞互人抵制，因为顶礼拜维泰党宣布要甲前进党分开，甲亲军方的人士会谈，双方摕薄荷巧克力的饮料共同碰杯。当地媒体讲，这款饮料是反背朋友的饮料，所以一寡咖啡店都宣布停止卖这种薄荷巧克力的饮料。แต่พอแบบมีภาพออกมาเรารู้สึกแบบอ้าวเอ๊ะยังไงอะไรประมาณอย่างเงี้ยมากกว่าค่ะก็เลยรู้สึกแบบคลางแคลงสงสัยในตัวของ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ด้วยแล้วก็คุณหมอเองด้วยเนี่ยค่ะ维泰党甲要推选第三候选人赛塔竞选总理，为着避免总理人选持续叫军方甲保皇派抵制，放弃修改有关冒犯君主法的法律。不过赛塔进前嘛发生涉嫌替公司逃税争议，所以伊嘛真介意。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และนายเศรษฐาทวีสิน
ขอยืนยันชัดเจน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ม่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แก้ไขมาตรา 112 และการจัดตั้งรัฐบาลใหม่จะไม่มีพรรคก้าวไกลอยู่ในพรรคร่วม离往海外17年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本来要伫初10登去泰国，伫总理人选不明的情况下，戴克辛表示会延后登去泰国，也毋过未超过2礼拜。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因为涉嫌加指控2020总统大选并盘互起诉的美国前总统川表示会向法院申请撤换负责审理这宗案件法官。伊的理由是讲，伊认为这位法官未予伊公平的抬举。这位法官当初是由奥巴马提名出任，川强调伊方指定来对伊做出对伊不利判决。川普涉嫌阴谋推翻2020总统大选，顶礼拜互检方以4项罪名起诉。出庭了，找5来到南卡继续做事。And I'm being indicted because they're afraid of all of us, because we have a movement that's never been seen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川普唔但无认罪，佮对我强调伊会防起诉，讲是拜登政府对伊的政治迫害，伊甚至甲镜头寄向法官草坎，伫伊个人社群平台攻击草坎无可能对伊做公平的审理。川普放掉讲要申请撤换法官。同时要求把审判地点刷到华府以外地区。草坎是2013年前总统奥巴马提名的法官，伊以早捌审计川普的案件，嘛做出总统毋是君王的裁示。另外，进前川普嘛针对起诉伊的检察官史密斯写出“若准你无放我煞，我嘛袂放你煞”的言论。史密斯顶礼拜5针对家己受到威胁申请保护令，当时阵希望防止川普泄露事情细节。虽然川普的律师申请延后回复，也毋过因互草坎法官驳回，下令一直拜一暗头5点进前爱回复。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有人个叫做台湾版本精片法的产业创新条例第10条之2，今仔正式公告啊！这半导体电动车5G等创新技术公司会当提供租税优待。那阵企业研发费用有超过60亿，而且这研发密度有超过6%，另外有配先进制程设备，支出超过100亿只，符合这3大条件，就会当申请投资抵减。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这新法施行了后，会当把这个先进技术产业的根留伫咱台湾。台版晶片法初次正式公告上路，针对半导体、电动车、5G 技术创新，而且伫国际供应链关键地位的公司，可因租税奖励，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研发，还有关键的技术、关键的生产都根留台湾，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厂商大家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台湾继续在半导体的发展上具备有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为了兼顾台湾关键技术产业链的地位，台版晶片法提出历史上上大投资抵减租税奖励，让做企业研发费用达到60亿，研发密度达到6%，也甲各地先进制程设备支出达到100亿，才当申请。提供的租税优惠包括前瞻创新研发支出的25%，会当抵减当年度营收税额，也各地先进制程机器设备支出的5%，会当抵减当年度应纳营收税额。外界预测包含台积电、鸿海集团这些大厂，有希望符合申请补助。台湾基本上在技术跟客户的订单来源跟技术来源上，很多都是跟北美那一带会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我在想，台湾自然而然会受到晶片法案的影响。如果跟这个其他像美国、欧洲，那么或者是在这个印度、日本，他们的一个半导体振兴政策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在国内的部分是比较针对这个大型的半导体业者，那么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补助。那相较于其他的一个国家，那么普遍性的是比较适用于在各个的这个大中小型的一个业者。专家认为，台版的晶片法对大型半导体业有正面的帮助，不过政府补贴辅助中小型半导体厂商煞看会到接袂到，呼吁应该广泛补助有前景、有潜力的本土中小型半导体业者，协助增强营运的韧性。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要打造多元性别平等友善的工作环境，台北市政府连续4年推动职场性别的认证。今年呢，申请的企业比英国是加5成。劳动局也表示讲，在个人化、小组化的情形之下，企业有关是真欠人。透过这款的认证，会当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会当找到更较多优秀人才。国内最近MeToo事件常常滚，促使新版的性平3法7月底伫立法院完成修订。北市府连续4年推动职场性别平等认证，今年的申请数嘛比往年加5成。其中男性员工比例高的台北雨伞公司，搁较是第3届申请摕认证，并积极聘用成千女性员工，要推动职场性平。女性员工的禁用禁用这一块，还有就是参与决策这一块，我们过去劳动局提醒是指标这个比较落后，那所以我们今年就针对这一个部分，我们有做一个补强。北市府是目前全亚洲头一个，也是全台唯一催促职场性平认证的县市政府，总共有8大指标31项基准，包括推动性别平等相关机制，促进薪资待遇性别平等。促进性别平等教育训练、优先怀孕生育、职场安全性别优先措施等8个指标。劳动局讲，在高龄无爱生囝的时机之下，企业欠工真严重。透过这款的认证，会当提升公司竞争力，嘛会当找到更加多优秀人才。这都是参考了这个联合国跟欧盟的一些国际组织所制定出来的。企业有这样的一个认证之后，他也可以去检视一下他们公司、他们企业在这一块所做的这个过去的作为，是否是符合现在所谓的性别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过劳动局嘛讲，虽然今年有36间企业来申请。因果无一定拢会当通过这么严格的标准，不过会当帮助企业找出问题甲缺点来改善精进，这嘛是市府希望达成的目标。对用心的企业来讲，嘛会当提升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农粮署做统计，受到卡罗风台影响，这农业损失有1亿3千多万。这其中呢，南投县就占了9成。根据着台北的农产运销公司统计，菜色平均的批发价已经冲到1公斤50.2块咯，平今年旧历过年期间是搁较贵。南投县南丰村一直落大水雨，过去乡甲种柑仔边的运输拢受到严重影响，好多民众唔甘。有诶冲掉呀，河旁上严重的是拢冲，拢我飞了去啊！嘿，迄即声开嘛，搁济啊！产地农损严重，民众买菜市水果渐感觉高丽菜、青花菜价钱拢变悬，油菜类也变贵。小白菜那种的就差很多啊！礼拜天就买没几样就200多块。那像平常我们200多块就买了好多样，像高丽菜啦什么这些都比较高一点啦。叶菜也变贵这样。有变一点点，农业部统计，受卡罗风台影响，全台农村金额1亿3千多万，受损最严重是高丽菜，第2是柑仔蜜，计销反映伫市场，青花菜起将近3成，柑仔蜜起38.3%，包心菜计销也起将近2成，其中柑仔蜜每公斤计销已经起超过100块。农粮署分析，因目前毋是柑仔蜜大出的时阵，种拢伫山顶，短期内计销较歹降，油菜类拜3左右就会回稳。所以明天可能因为休这一天，那个需求也很大了。那可能在后天过慢慢会就是价格会回稳平稳啊。农粮署表示，油菜产地虽然受到水雨影响，不过恢复较紧，最近也协调农民释出两种所在平稳计销。不过若是刷起个风台有其心理，也会菜个起价。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这风台已经走啊，不过台东有关是落大雨则吹小风，台东的石卡受到损害，本地头一批被卖去中国的往来石卡浪费了后，受到这风雨影响，农民阁爱浪费一届。这县政府表示讲，这届小风未影响到往来石卡正常外销。受到卡罗风台的影响，初三台东是头几港的火烧风。这个往来小卡的果子园已经开始结籽啊，不过煞是予火烧风拍落来，花拢已经翻乌，树尾嘛去予火烧风扣断去，还有已经掉粉的花嘛落甲规土骹。农民讲，这是年底进前头一批要上市的往来小卡，即嘛爱重新剪花、催花，再搁予掉粉，才赶会付正常的产期，估计损失有甲3成。成本还有管理的那个人工，还要多一次来
来做整理，所以我们的收益就会减少。今年台东县的往来设客，官府真无简单，才甲中国的农政单位协调，会当恢复外销去中国。毋过受到火烧风的影响，真侪打鸡日子甲火拢互风烤落去。毋过官府评估，遐个落去的火甲鸡日子是调整产期的早期果，受损的面积无大，正常产季的往来设客无受到影响，嘛袂碍到要外销去中国的产量。凤梨世家出口最好的时间点，也是在那个农历春节之前大概半个月左右，所以这一部分还有足够的时间让农民朋友可以来重新的看是来重新的授粉，还是做其他可以做的事情。不过火烧风了后，台东农改场监测到卑南地区遐个往来设客的园的粉解较糖的密度加悬，呼吁农民都要采取防治措施，包括修剪树尾甲草草。嘛要互果子园通风，减少粉解较糖生团的环境，较袂去影响到果子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卡洛洪泰离开台湾了后，搁在第二届侵袭到日本的沖縄湾，造成真侪航班取消。就证明台湾旅客留到伫沖縄湾是几落工。今日航空公司要加开大只飞行机，会当甲全部的旅客载回来。因为这洪泰期间呢，这电话信号无好，就一寡旅客被附加旅游不便险的时间延长。意思讲，因加留伫沖縄湾这段时间，所有的费用拢爱家己负担。飞机降落桃园机场，旅客行过空桥，返来台湾心内拢真激动。卡洛洪泰路线真怪，随时开始第二遍侵袭日本的沖縄湾，伫当地造成大风大雨，互日本叫做第一怪洪泰。受洪泰影响，就千位台湾旅客掉伫咧遐。卡努台风就经过嘛，又回转，又转回来，所以在那边在冲绳就是卡5天。也是有蛮大的，而且风真的很强。我们那时候住那个凯撒饭店，整栋的房子都在摇。风很大，风很大，雨很大，然后我就待在饭店里，待在旅馆里面。然后机票已经本来已经确定好说可以坐什么时候飞机，然后就被取消了。等真久，总算会当返来台湾，旅客讲加开真侪钱，那是机票，因为风台信号无好。有人无占到旅游无方便险的电话续保的时间，标伫咧当地加开的钱超过3-4万块，拢爱家己出。多待了几天？多待了6天嘛，对，加了1万多块。一个人1万多？一家人4个加1万。那这样多待6天，多花多少钱？多了，很难算了，都算不出来了，都用刷的，对啊，都刷爆掉。对，都可以去欧美了。总共待了几11天天。原本是打算去几天？5天。那这样一家4口多花了多少钱？都花了大概1倍吧。多了30万，不止。应该不止。卡努洪泰内乱，造成沖縄湾航班规个拍干，真侪旅客留伫咧当地无法度待。华航伫初7加开一台班机收分，加上正班机加延后正班机，差不多会当载1000位旅客。长荣甲新宇航空已经大机行载，希望赶紧甲大家拢载带。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前首相也是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今早起来到台湾访问，这也是台一断交51年来访台层级上悬的自民党干部。麻生太郎这届按算要停留3天，头一日行程先去到五指山对述前总统李登辉，明仔载会出席加达格兰论坛发表专题演讲，也会去见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台湾に到着された心境を聞かせてください。地信事部亲切向台湾民众热手问候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过12年，搁再带团来台，伊是台日断交51年访台层级上悬的自民党干部。麻生太郎一行人下晡头一日行程，先去五指山国军公墓参拜前总统李登辉。李安尼陪同麻生太郎表情严肃，鞠躬致意。这是一个很好的位置，让他可以，尤其还可以看到日本台北市。82岁的麻生太郎，2008担任自民党总裁，出任日本首相，2012再任副首相，从政经历丰富，佫个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重要盟友。甲几若摆发表支持台湾言论，互看作有台派。访台除了关心台海情势，嘛解读是想要了解2020台湾政局发展。
因为侯友宜、郭文哲拢有去日本拜会马英，这摆伊嘛会和赖清德见面，受到外界关心。日本政界现在一个是台湾的选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台海的情势比较紧张。那么作为日本来说，台海的这个台湾会何去何从，对日本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有别于以往只是跟我们台湾进行一个这个务实的这个非官方关系的一个发展那它现在已经升格到这个主官方那这是代表台日关系的提升马英九出任成和甲日本关系真好的王金平、尤锡坤甲台日协会长苏家全晚宴，除了出席凯达格兰论坛，担任演讲嘉宾，接受副总统赖清德午宴款待。下晡去总统府会见蔡总统甲赖副总统，尾暗阁去台北市政府和市长蒋万安会面，停留3天，行程圆满。深化台日关系以外，嘛展现对台湾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在彰化社头清水岩的18弯古道发现到上清者，可能是破病防弹掉的烟墩。有学者在烦恼讲，这破病烟墩乱拼会去影响到原生种的生态。东方所表示讲，目前有采检也有消毒，也会和警方继续追查。中山步道边规土骹的烟墩，有的是鸟门落了，剩一口开；有的是走到车路去用交过。彰化县社头乡清水岩18弯古道。疑似去用等2000外只烟吞伫遮，互经过民众感觉真惊吓。拄则人嘛掠几啊只尸体啊，真的很残忍呢。整个马路啊，车高高呢。陈庆福讲，当地是水源保护区，日前举办夜间生态导览的时阵，发现大量死亡的烟吞，可能是有人买饲恶意等伫遮。或者是民间放生的行为，或者是烦恼烟吞带有禽流感的病毒，会影响到当地原生的物种，造成生态浩劫。呼吁主管机关应该赶紧来移除。这一些不健康的个体呢，它可能会带有一些疾病，像禽流感之类的疾病，那也可能会传染给当地的一些原生的一个物种。而造成生态上的一个问题。查获确实是禽流感的案例的话，可以裁罚5到100万，就会违反到那个会弃物清理法。那我们会请警察单位提供看看有没有影像来追查，是不是有民众来恶意丢弃。彰化县东方所表示，已经派员采检消毒，搁请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抓凶手。若是确定检体有传染病，会使以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开罚5至100万罚款；但使费侵吞废弃物，另外会使以畜牧法处3万至15万罚款。记者彰化报道。来看家己的脚有产销斑的青年农民呢，伫温室内面试种一种真细粒的西瓜。而且伊连这皮拢会当家食落去。虽然目前这产量真少，伫一般传统市场买无，不过因锁定这高级的这个水果市场，才有通买。这新品种也打破大家对西瓜印象。西瓜虫诶，这个西瓜虫。一刀甲西瓜破开，这是大家食西瓜进前真熟悉的画面。但是家己县的六家乡有青龙种一种比一般西瓜搁较细品种，大细粒真正差真多。在国内的家庭人口，可能它的结构可能变成小家庭会比较居多，或者是单身，或者是夫妻俩，这可能一次就可以把它吃完，就不用担心它还要储放的问题。对产销班长来到门市采收，一粒甲手面差不多大的西瓜，重量550公克到650公克重，连皮拢会当食，食到的人拢讲口感有影真特别。因为有口感，然后很脆，又很甜。这个很小很可爱，一次吃完都不会觉得很大颗。一般咱青龙的拢会就介去糖煎嘛，就是糖是一些比较新的品种。那我们也是跟农友公司合作，先小面积试种，看是不是先试水温。那我们发现其实还蛮让那个消费大众喜爱的。产销班长表示，目前因为种植的面积无大，所以伫一般市场还阁买无。未来已经有暗算要来扩大种植的范围，希望替六家乡的农业特产带来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就是父亲节，这华山基金会举办父亲节音乐餐会，伫大饭店办马20桌，邀请要到100位的时代来食饭。现场有5位超过100岁时代组成打击乐团表演节目，气氛是热烈滚滚。这5个超过100岁的时代，斗阵演奏老歌也来响。来展现因的活力。
这个闹热的场面是华山基金会替毒机甲弱势社会人举办的一场合作优雅变老音乐会。现场的气氛是真热佮活泼，大家拢真欢喜。102岁，什么乐事都可以。哦，你哪里都能，被子啊，奶粉锅啊，灯子啊，鼓棒啊，这鼓棒啊，什么都可以。一个食到102岁阿公，伊身体真勇健。伊常在出门甲朋友做伙用生活用品来练广告，练团是伊上界快乐的时间，嘛是伊健康食饱日的撇步。这几年办了一个人瑞的打击乐的活动，希望把这些长辈呢，借由这些音乐，或者是借由走出家门，能够跟他同年龄的长辈做一个交流。每年的3节，我们都会为这些长辈办理3节的庆祝活动，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华山基金会表示，在全台湾有说400个爱心填晒站，服务要3万的失能、失智、甲独居、无依无靠的老大人。最近大家拢咧替老爸做父亲节，基金会嘛邀请要100个阿公甲阿嬷，伫大饭店开20桌，甲因做父亲节，嘛希望社会各界会当关心这阵较弱势社会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举办1天的家当立石榴木雕修复师体验活动，用台湾府城隍庙收藏86年的昭和12年明良鼎下道做教材，由木雕师傅带学员实际操作修复流程，也进一步了解文化资产的重要性。学员固伫咧顶下道头前，先观察顶头的图样、花鸟甲人物倒位有气角，落尾对着西花骹步，甲要修复的所在黏字笔纸、减描外形，这是修复进程的基础工。学员修复的是有86栋历史的昭和12年蒙陵顶下道，因体验做1天家当入石榴木雕修复师。了解到讲，伊这个家当入石榴吼，原价到底是安怎来？他们是怎么样子修复啊？然后修复的过程会有多么辛苦？这个物件要去揣摩出来，迄是最重要。因为修复的工作大部分拢做甲一个知影人个去雕刻尔，啊，毋过你知影雕刻，毋过你毋知内底伊的内底的内容是啥物物件。老乡们讲，家当入石榴是府城特有的工艺，利用家当甲石榴2种色地甲定度无同的木材滴落去的技术。这摆活动学员除了学到艺品制作的知识，嘛体验修复过程的趣味。另外，庙方表示，庙内有丰富的文物，上快出名的是府城4大名匾甲大算盘，伊嘛安排专业的老师甲学员做详细小解。香炉啦，金炉啦。花干啊，一寡物品啊，拢有保留落来，拢伫迄个文物馆做展示。为了要推广宗教观光，台南市管理局甲木雕师刘正文合作，头一届规划深度宗教文化活动，木雕修复师体验即开放报名订满。管理局表示，未来有规划要甲台南的文化、工艺甲观光做结合，推无共形态游程。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屏东东港的大潭国小推动生活化的台语课，带囡仔行入社区了解在地，甲老大人交流人物故乡，互学生囡仔创作来记录本土语言，也有乡土教育成果。一张一张古水的彩绘，画出东港的海洋特色。边啊，阁有华语、台语的底文，传达囡仔所看到的世界。这是屏东大潭国小的学生共同创作的图文集。画我们自己的作品，学校也让我们做一些海洋和童玩的画图，所以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学到很多关于海洋和童玩的东西。屏东东港的大潭国小将本土语言融合乡土教育。带学生囡仔行入社区，认捌家乡，去甲勇士湖交流，了解在地产业，嘛去关怀据点，甲老大人斗阵算、斗阵学，互囡仔对规个生活环境当中来学台语。结合我们大潭的海洋、童玩，以及我们东港大潭在地的一些人文景观的这些的内容，我们做成了一个大潭囡仔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绘本集。大潭国小嘛，教囡仔以图文创作来呈现本土语言课程的成果，互因愈介意台语，愈有自信甲兴趣来讲台语。教学成果嘛得到教育部的肯定，校方会继续来推动生活化的课程，互囡仔自然学习台语。
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为着要推广在地地美，有举办国际地道节，也邀请南投唯一有布袋戏剧团的德山国小来扮布袋戏，观众朋友也能真娱乐。后生囡仔伫台顶搬布袋戏，一点仔拢袂输大人。南投德山国小的布袋戏剧团成立3冬，摕过侪侪奖项，受邀请参加今年的国际茶道节。特别带一出嘉庆君游德山的戏来互乡亲观赏。现场也看到我们的很多长者来这边做这样的一个观赏来回味一下早期的这样子的戏曲故事。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布袋戏，然后不要让布袋戏失传。德山国小把布袋戏设计入去课程内底，用传统技术修养学生的品德。望会当传承这项豆豆仔咧习团的基基。我们把这个课程引进学校的校定课程里面，如果能够透过文化的力量，展现自己学校的精神也能够学习别人的文化，然后可以让这个文化传统更多彩多姿的传递下去。我个人觉得布袋戏可以帮助我练习我的闽南语之类的，因为我的梦想是想要自己创那个一个布袋戏节目，想要把布袋戏推广出去。虽然舞甲大粒汗、细粒汗，不过每一个学生拢表演甲真欢喜。这群小小的艺术家，当咧伫团结的路上打拼。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伫欧美各界发明展较注重功能，不过这届法国巴黎科技展城无共款，机器人除了有古锥外形，而且佫因为人类有无共款的情绪变化，会当做出着无共款的反应。大大依恋的目睭洗来洗去，有囡仔共款的面相，所有亲像鸟共款的耳仔，机器人米洛奇的原型来自1980年代囡仔七号名。伊伫法国巴黎科技展当中出来，机器人开发公司讲，伫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人会惊机器人 AI， 所以因互开发的机器人名字、性别、放甲风格角色，也佫有背景故事。Alors je vous présente Miroki. Miroki c'est le frère jumeau d'un autre robot qui s'appelle Miroka. Lui c'est un garçon et elle c'est une fille. Et ces deux personnages se sont évadés d'un dessin animé pour venir dans notre quotidien nous aider à gérer nos espaces sociaux, des endroits comme les hôpitaux, les hôtels, les restaurants et des tonnes d'endroits où il y a plein d'objets à déplacer et où il peut rendre service. 面亲像人，按过外表，佮亲像动物。脚的部分是圆形球体，互因影响每一个方向真紧刷震动。机器人科技公司讲，因想要打造就是机器人，毋是亲像人形的机器人，而且开发一直咧进化当中。由听不到模仿真正的表情，甲即马是用辨识情绪。有甲人应对的能力，伫访问当中，也佫有时阵会插话之外。Bien sûr, il s'appelle Buddy, donc c'est un robot émotionnel, un robot compagnon. Et donc c'est un robot for good pour aider, assister les gens, notamment les plus fragilisés. Et donc il va pouvoir permettre, par exemple, à des enfants hospitalisés longue durée de pouvoir continuer à suivre leurs cours à distance. Ça va pouvoir être une aide pour les enfants autistes. Pour améliorer leur capacité de communication avec les humains. 机器人开发公司讲，若对机器人好，伊会真欢喜。啊，毋过若只会生气，共款伊会脾气暴躁。以前的餐电厂商较注重功能性，即嘛是理解人类情绪变化，甲人类博感情。公司新闻深入批评报。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纳是正清的观光区，所有游客甲民众伫街路顶头乱放尿，致使观光区是臭咪毛。着记者艺术家伊伫咧街路安彩色的尿斗，希望会当提升各地的公德心。巴塞隆纳路边的高墙顶，最近有一寡色彩正水用纸糊的放尿槽，这是西班牙城市艺术家尚可萨上新的创作，用这种装置艺术提醒民众唔通搁在伫咧古迹的边边乱放尿。Very, very good artistry.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more of these around all of the key sites, just to bring home the awareness of the smell and the facilities that are needed as well.
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纳，挖地中海，也是加泰隆尼亚的首府，全市有160万人口。相传是旧加泰基的将军建立，建成已经超过3000年，了后罗马人统治，所以巴塞隆纳的建成时间是比罗马更较早。不过，这座文化古城则因为民众无公德心，四界乱放尿、臭毛毛，所以艺术家琼科萨想要做改变。巴塞隆纳有真侪历史建筑甲文化景点，当地包括圣家堂、加泰罗尼亚音乐厅等8个所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也有巴萨加西班牙人2个骹球俱乐部。伫咧1992年也办过夏季奥运，更加获国家地理杂志评做50个人生一定爱去过景点之一。琼科萨希望今年热天会当伫巴塞隆纳装100个这种放流组的装置艺术，提醒民众较有公德心的爱护这座城市。Hay que buscar una solución y este artista con esta performance puede que esté buscando ya la solución. 巴塞隆纳唔敢若是味歹屁，今年热天天气也真热，这礼拜温度就升到摄氏36度。市政府就甲城市内面包括图书馆、学校，总共200座公共建筑物内面的冷气拢开开，互民众入去内面纳凉。去年热天就超过12万人，该当作休热中心。因若西班牙正面临着今年第2波的热天气，南部地区的温度甚至已经升到摄氏44度。公司新闻金源庆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黑龙江新竹对28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禾，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